嘉义中部这间私人的公庙火烧厝，烧死着一个5岁囡仔，甲2个这个阿祖甲一个干仔孙是受重伤。当时出去倒粪扫的外籍看护，第一时间发现着火烧厝，马上撞倒去厝，冲入去火场，把4岁小男童救出来。破获消防员了后，阁想要冲入去救2个阿祖，但是这个火实在太大了，人袂好入去，于是伫现场放声大哭。厝边讲，这个外籍看护来这户人家已经6年了，照顾2个老的2个囡仔是尽心尽力。发生这款的代志，厝边嘛真艰苦，流目屎。外籍的看护抱查某囡仔，对草埔内底冲出来，将囡仔交互消防队了后，人全晕泪。因为内底有2个大人甲1个囡仔，当时已经断火透天厝1楼烧甲真严重。昨暝暗时6点外，嘉义中部乡的河边村一个私人的新段发生着火灾，造成1个死亡3个重伤的悲剧。死亡的是1个5岁查甫囡仔。查甫囡仔的阿公真心疼，边的阿嬷嘛真艰苦。到火新段，平常时是88岁甲78岁2个阿祖，带5岁甲4岁干仔孙，甲1个外籍的看护大做伙。阿公阿嬷住附近，2个查甫囡仔是结拜兄弟，爸母拢伫桃园食头路。发生火灾当时，看护出去外口倒粪扫，第一时间发现火灾，随走还头，冲入去火场救人。先找老人家。可是我记得有2个小孩在外面，然后我找不到，我再出来，然后我再进去找到那个小孩的，我抱出去，然后我再进来，可是全部看不到，全部是演的。因年这个看护看起来真忝，严过伊规暝拢无困，心内还阁挂念3个伫家护病房的阿祖甲查甫囡仔，互伊救出来这个4岁囡仔，是伊带大汉的。小朋友，种 baby 照顾，种 baby。更乡的看护讲，伊将照顾的2个大人甲2个囡仔拢当作亲人。厝边也讲，伊真正顾家足尽心。规整趟学老讲，迄个外头是上好的。可能新民有保庇，才有法度请到迄外头的遐好。发生着安尼代志，厝边拢真唔甘。大家拢祈求讲，伫家护病房的3个人会当脱离险境，量早出院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